大家食饱未？今仔日要讲一个阿米亚，毋过其实毋是阿米亚的故事。恁敢有约到咧？就是买阿米亚。好，古早咧，有一个，有一只阿母，一只阿母就是阿老母、阿妈妈，伊生这一卵伫遐孵。对。结果咧？结果就是伊咧孵卵的时阵啊，发现有一粒孵足久，迄粒卵拢无法度破。迄粒卵搁特别大粒。对啊。尾仔咧，伊嘛是孵出来啊。结果迄粒卵出来的，迄只阿米亚生着甲别只拢无共款。这个时阵就是迄伊的阿米亚兄弟姊妹，就拢甲欺负，讲伊足歹。连迄阿亲情嘛来苦劝因妈妈讲，即只生着遮尔啊歹着，你紧甲赶互走，毋通为恶咱阿家的名声。迄只生着足歹的阿米亚，伊着毋甘看因老母互人安尼讲，伊着家己去外口流浪。这个去到啥物所在咧？头第一间。敢若是足寒，就那昏去。对啊。有一个老阿伯，就是甲伊收留。就甲收咧厝，想讲花地做宠物。毋过呢？甲伊收留的迄个人嘛有饲一只猫仔，迄只猫仔，就对迄只阿米亚无好，就甲伊欺负。甲问讲，你敢会晓孵呢？还是抓了鼠啊？若拢袂晓，安尼你就是来食了米的。所以阿米亚就互因赶出去啊！伊就是冬天搁来啊，寒人来啊伊伫水潭顶悬，迄水潭的水拢坚冻啊，伊就那寒一个昏死去。结果伊就拄着一个错菜的人，看伊安尼足可怜，就甲伊带转去厝里。然后因兜有一个查甫囡仔，看到一只阿米亚足欢喜，就撞过，原说是要甲伊佚佗啦。但是阿米亚互欺负惯势啊，所以伊就那行一个，一直走，一直喷，就那甲因兜用甲乱七八糟。迄错茶咧卖，迄因某足生气，就甲赶出去啊！赶出去了后，迄只阿米亚就搁四界流浪。其中有看到一寡天鹅就是伫咧湖边看到天鹅，伊感觉哇，我若是当变到遐尔水，毋知影有偌好咧。而且伊到迄个水潭的时阵，遐个天鹅搁主动要甲迄只阿米亚接触，迄只阿米亚就想讲，我生安尼，因how有可能搁想要活来？结果伊就那家己感觉见笑，一直味。呢，迄个寒人伊就伫咧水潭边的一个洞坑内底度过规个寒天。毋是啦，那毋是。伊就是遐个天鹅，就是活去了后，伊讲啥那伊要活来，无偌久伊就伫迄潭迄水面看着家己，才发现讲原来家己就是天鹅。就是春天来啊，迄水潭的水扬伊啊。对啦，你是咧谈对对。好，这个故事互咱的启示就是讲。你只要呢出世的时阵是一只天鹅，不管你经过偌尔悲惨的代志，还是讲你有拍拼无拼拼，你拢会当对一只买阿米亚变做天鹅哦。毋是爱讲两个意思，头一个意思就是一般人咧讲买阿米亚，细汉是买阿米亚，大汉总变做天鹅，就是咧讲有一个人可能是猫咪人。细汉的时阵生长啊，也是条件培养无好，毋过大汉的时阵啊，因为有拍拼，所以伊总变做一个社会上人看起来感觉优秀的人，这是一般社会上咱会有的解说。毋过你拄则讲，伊出世若是天鹅，伊不管安怎拢是天鹅啊，总讲伊一开始生长安怎，毋过伊基因就是天鹅。对啊，有天鹅仔种的，后摆就是一定是天鹅。我感觉你都成日咧讲。好嫁人囝。对，有影。你若是好嫁人囝，不管你是头壳空空，还是生长歹歹，或者你尻川斗病，你就是世界上上介幸福的买阿米亚。好，故事讲到这，大家再会。